嘿，各位 ，Merry Christmas， 没有错啦。那么今天呢，就是2019年的圣诞节，也是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了吧？这个礼拜过后就是2020年了，所以我就想着哈，趁这几天还有时间的时候，我就会在晚上可能会开一个直播，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这一整年的一个总结，然后还有一个对未来的期待吧。我可能未来的一个方向之类的，包括这个音声都会有一个比较不算很小的一个改变啊。因为我想了一想，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之类的，然后加上明年大学了之类的，所以那么在这个音声里面呢，我先不过多的跟大家说了，具体的时间之类的我还没有定啊，那定了之后我会在群里面公布出来的。好，那么就这样子，我们要进入音声的世界里面啦。3、2、1。ジングルバンジングルバン鈴が鳴る鳥に林で行く的。哎，你这什么眼神啊？喂，丫头，你要知道啊，今天是圣诞节，恕不恕？哼，你也知道，那么喜庆的日子，你这样瞪着我啊？什么叫做我现在鼻子塞住了，说话难听啊？怎样哦？哦，我鼻子塞住不能讲话了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是服了你了。哎，礼物？什么？要到晚上给我？为什么？我真假的啦？你们要开派对哦？所以你的意思是？你要邀请我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吗？这可不行啊！那我礼物怎么办？嘿嘿，我就知道啊，你会邀请我的，对不对？嘿嘿，你果然是最乖的那首我的好同桌了。下次作业还借你抄，怎么样？对你好吧？哦，什么啦？我告诉你，不要神采服周不知福哦！我跟你讲，那很多人要抄我答案，我都不给他的，唯独你哦，拥有我的答案，还不谢主荣根？快点！去，小丫头。啊，怎么还不开门啊？嘿嘿嘿，你终于开门啦？什么样像看傻子一样看我干什么啦？喂，我手捧着一个圣诞礼物的哦，你要是再这样子，我就收回去了，不给你了。快点，那我进去了，这么不欢迎我的？快点啊！哦，哎，各位都在啊？哎，不错哎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进来了。我把鞋子脱一下。哇啊，你这派头蛮大的哦，圣诞老公公都装起来了。啊，不过你是不是太瘦了？人家老公公都是有肚子的，没肚子哎，一点都不像啦，怎么可能像啊？真的是。喂，小丫头，自己家怎么还这么拘谨呢？开个派对而已啊，还是说我进来之后你才这样子啊？快点啊，过来！哎，有没有我的位置啊？哦，这个位置吗？不错哎，这么大一个。哎，丫头，过来了。哎呦，你那位置这么小的，跟我一起坐不好，真的是3年都坐过来了，还差这一次吗？快点快点！你看看各位
大家都害羞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，你多大个人啊，跟男生坐在一起怎么了？快点啊！啊，我怎么了？说话怪怪的。对啊，我鼻子塞住了，前几天感冒了，没有事情的。哎，然后你给我放下，放下！什么眼神啊？我一说我感冒了，你突然把你的口罩拿出来，怎样？怕我传染给你啊？哼，你过来！真的是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怎么这样子啊？我赶紧跟我再怎么样我也不会，对不对？突然打个喷嚏，这是个意外啊，这是个意外。我不会轻易打喷嚏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专业的，对不对？除非忍不住，就这是因为阿豪那个胡子太多毛绒了，突然就把我的鼻子给痒痒了，所以才打喷嚏的。我没有感冒，不会传染给你们的，只是这件鼻子塞住了而已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信不信？哦，唉，小丫头差不多这样嫌弃我了。来吧，我给你这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巧克力耶，这可以吃吧？真的是派对一点都不 happy 的，就我一个人在讲话，巴拉巴拉的。快点吃啊！没事的，快点吃啊！唉，好闷哦。那我们要不要玩点游戏哦？我跟你说，最后一个圣诞节，按最刺激来，越刺激越好。好，真心话大冒险，可以啊。就我一个人，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不要以为我感冒了，我就不能反抗了。算了，你们来吧，是要给你们一次面子。跟你说，要是真的按平常来说，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说吧。什么？交过多少个女朋友？高中？没有可以吧？就没有了？怎样？我真的没有交过哎！你毕竟问这小丫头，我天天跟她待在一起，我真的没有离开过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不一定啊？你不要乱说啊！嘿嘿嘿，那好了，我说实话了，就交过一个，好了吧？哦天哪，第一个问题就这样子，那后面怎么办啊？来，你说，有没有牵过手？没有。接过吻？没有。什么叫做我没有用啊？因为这个就算我没有用吗？我只是不想耽误别人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就是我没有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啊，不要问，我闻到什么香味啊？是不是火鸡好啊？那别玩游戏了，把火鸡端出来吧，咱们吃火鸡啦，还玩什么游戏啊？是不是？我哪有怕啊？我怎么可能怕？我怕三小我怕，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林北出生到现在就没有怕过的，是不是？不信哦，不信就算啊，是不是？咱们吃火鸡就好，嘿嘿，火鸡第一位。然后，快去啊，大哥，我怎么办的？我懂不懂啊？去了，快一点啊！嘿嘿嘿，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怕吗？傻丫头，你到底跟我说说话呀？你怎么我进来之后你就一言不发的？怎么
会傻？哎，傻丫头。他可能太兴奋了，说一句话不说的。咱们吃火鸡吧。啊，好，端出来了。来，我来接。哎，这不大不小哎。丫头，给你一块，快点吃啊，还热乎着。那这一块呢，就由我来吃了，嘿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嘿嘿。这味道可以哎。话说，这火鸡谁做的？真的啊？阿浩，你还有这手艺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是吗？你会做？我跟你做了10多年麻吉，你跟我说你会做这个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因为我不是女生，所以不要给我做。那现在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你跟你旁边这一位有点什么关系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小两口情意绵绵的啊，原来是到傻丫头家里面来撒狗粮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这狗粮我们丫头还不吃的，是不是啊？丫头，你怎么开始吃火鸡了？是我叫你吃的，但是我现在说这句话了，你就不要吃了呀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的？什么叫做我难伺候啊？哎，丫头，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？算了，好，那慢走啦。哦，对了，记得等一下做好措施哦啊！要是不做好的话，你懂的。你的孩子呢，会在2038年参加高考，属猴。嘿嘿，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我是先知。快去吧。不是，话说你把门关一下啊。靠腰，走得这么快，有多新奇哦，真的是。所以，傻丫头，就我们2个人了。对啊，所以我的礼物呢？啊？要让我去卧室里面？什么东西这么神奇啊？好，走吧。你的卧室空空荡荡的啊，也没有什么礼物的啊，是不是？你干什么啊？你亲我干什么？什么？甜不甜？你在嘴唇上涂了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会甜啊？润唇膏？还是刚才吃果冻的那个糖浆啊？好像没有感觉出来，所以你这也太啊！算了，好啦，我说实话吧，小丫头，不，我最可爱的同桌，我喜欢你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，
我想把我自己当成那个圣诞礼物送给你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所以你的圣诞礼物呢？啊？什么？就是那2个吻？这不行啊！这我想亏了。这可是我的初吻哎！啊？是吗？我们上次亲过吗？哦，你是说那次从厕所出来不小心撞到你啊？那看样子咱俩都不吃亏啊。好了，我爱你，圣诞节快乐！希望你永远好好的，永远开心，永远漂亮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感冒了。不过，就算是感冒了，我也永远、永远、永永远远的爱你。大好きだよ。愛してる。サヘよ。I love you。真的好中意你啊。baby 啊，这支音频就要结束了，你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哦。哦，对了，小九有个 QQ 群哦，要不要加一下？加嘛，好不好？你加了吗？